你的每一笔消费都能很给力。想要无痛做善事，公益认同卡也有新选择。王道银行携手3大公益基金会发行全新的公益认同卡，并推出影响力专案，让你的存款也能专款专用，借贷给需要的经济弱势族群。那今天很荣幸的在这边跟各位分享的2个专案呢，就是我们企业社会责任和我们商业模式做的一个结合。那其实我们公益认同卡的理念也其实是很简单的，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可以做善事，可以做得更容易一点。只要你刷卡，你就可以无痛的捐款做公益。每刷1笔的一个消费呢，我们王道银行就会捐款你所消费金额的0.2%，给跟你们合作的那一个公益团体。与立新基金会合作推出立新认同卡，帮助受暴及弱势的妇幼改变生命。伊甸认同卡共有3种卡面，以蓝伞兔与周先生手捧爱心传递每个人的热情，而天使星家族认同卡给予爱企鹅家庭专业的支持与关怀。台湾也已经有太多的人在做发卡的动作在了，很多的时候就是说你只能在特定的通路消费，然后你才能够把你赚到的点数用在该个通路上面去。那我们就在想说，一样的平台，我们有没有可能抽离掉我本身是银行的角色？我不要把我银行什么都推在第一线，我今天愿意退居到第2线，你不用记得是我王道银行没有关系，可是你们要记得有这样子的一个公益认同卡平台在，每一个公益的团体都可以自由的来使用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在，就是说大家希望去赞助什么样的东西，希望去关怀什么样的，这些都是可以选择权是在你们手上的。我可以当中介力量，反而可以吸引更多的这个慈善团体也好，公益团体也好，愿意信赖我们这样的平台，然后也希望能够帮到大家。除了公益认同卡外，王道银行再推出影响力专案。因为我们这个影响力存款是除了刚刚讲嘛，选择权交给消费者，你可以选择让你的存款不一样。那笔存款，我们到银行会专款专用，只会拿来借给经济弱势的族群，需要帮助的人，不会借给企业，不会借给别人去买房子。用商业的力量做好事，即便日常刷卡也能及时行善，存款还能发挥影响力，专款专用，帮助需要的弱势族群。还在等什么？快上王道银行的网页查询相关的资讯吧。